多么熟悉的旋律，吴侬软语，百转千回，带着我们看江南的风景，寻故里的旧梦。听他的声音，会懂得了江南人的心思。蔡红红祖籍无锡，出生在水乡，她的歌声就有了水一般的灵秀和雅致。她曾获得 CCTV 青歌赛金奖、亚洲音乐节中国歌手第1名，出版过20多张唱片，也为多部电影电视剧配唱插曲。而艺术的起点就在这片多情的江南沃土上。蔡老师是无锡人，对，无锡还有亲戚的？有啊，我们家无锡的亲戚逢年过节如果聚在一起的话，大概有3、4桌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蔡红红是一个非常棒的流行歌手，但是不知道还是学过评弹。对，我是评弹应该算是3代了。你从小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对，就那么小的时候对评弹是什么感觉？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个媒体那么发达。我小时候家里还没电视机，那么就是在院子里面，我们唯一的这个娱乐就是听评弹，我觉得已经很奢侈了啊。那个时候随时随地你都能看到最好的艺术家、最好的折子呈现在我眼前的。然后我们院子里面是苏州评弹，院子外面是歌舞团。那么歌舞团那个时候排红色娘子军啊，排很多那个舞剧的时候，我又在边上看。那看吴琼花是怎么样被那个敌人绑起来的，当当的滴滴滴当当，就是那种所以就是小时候会的东西挺多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艺术这个圈子里面。在无锡吧，我生活的不多，但是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出去演出了，家里面没有人照顾我，我就到奶奶家去生活。就我的叔叔和我的婶婶是无锡戏剧团的。那么后来就叔叔婶婶戏剧团在排练的时候，那么带我去，搀着我去。那么那个时候像那个梅兰珍啊、王冰冰啊，那他们也是戏剧大师，大家对吧？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我给我幼小的心灵上面抚慰了我，所以我对戏剧也是蛮有感情的。我妈妈从小就说我是无师自通的，因为我听了那么多东西啊，因为孩子嘛可塑性很强，评弹有很多流派嘛，立调那我就学立调，余调我就学余调，讲调我就学讲调，就说各种调我都会唱。我妈妈后来她就觉得这个小孩有天赋，那么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就进入了评弹学校。那个时候是80年代中期左右。那个时候我到苏州评弹学校是83年。所以这3年时间可能和平时小时候接触概念当中的这个评弹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基本功就打得很扎实了哪怕就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弹，那么一个字一个字的学。我们这届的评弹学校的同学呢，就是学风非常的好，6点半做早操，我基本上都是大概5点半就起来练气。评弹学校练功就是练功练气息，练。有一次因为太用功了嘛，练气没有吃早餐，然后练呼哈，我们老师要求练的，一练的话低血糖，对，出现低血糖现象了。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然后人慢慢就倒下去了。把我拉到医务室，给我喝了一杯那个喝了一杯那个糖开水我们那个老师大家应该知道，他是那个香调的创始人，叫王月香。3句下趟练气也吃孩子没事了理解，说明我们那届的同学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就每一天都不虚度的。在评弹学校的几年，蔡红红和同学们一起勤学苦练，自己在艺术上有了提升。而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象征符号，已深深刻印在了蔡红红身上，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评弹的那个对声音的塑造啊，对声音的可塑性，它要求很高。比方说，立调是一种声音，那么余调又是一种声音，讲调又是一种声音，张调又是一种声音。那如果说你每个调你都会唱的话，那你的声音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上学期间啊，或者现在啊，什么样的就是评弹的曲子依然在你的脑海当中？就一说评弹，马上就蹦出来的曲子。我喜欢评弹当中的立调，徐立先，因为他的音乐性是最强的。比方说有一个秦叹，梨花落，就对气息的要求很高。评弹最基础的这个调啊是讲调，它讲调呢就是一句上腔，一句下腔。夜点风里噔噔噔的滴噔噔滴的噔，都是娘，这是上腔。那么下腔呢？十里深路在边，噔噔的看啊。我在学评弹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人个性啊，可能不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我喜欢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就是喜欢学很多种的那个唱腔。在评弹学校，我第一次接触歌曲，可能跟大家一样，邓丽君的歌。哦，邓丽君啊，哪个年龄段都这样。我不敢说你这个年龄，因为你是80后的。美酒加咖啡是我第一首邓丽君的，从小第一首流行歌曲。对对对，那么就听到以后，哇塞，天籁之音啊，怎么还会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啊？痴迷。当时我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我有本本子，都是抄的邓丽君歌曲的歌词。有一次他上政治课。然后呢，上政治课之前呢，我正好在看邓丽君的那本歌本。然后老师一来上课了我赶紧拿那个政治课盖住它，盖住了。这个老师眼睛很尖，当然这个老师很关心我就是说，蔡红红，你政治书的下面是什么？那老师交出去了，然后他就拿到台上来看了半天，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就没说话，就把它往边上一放。哎呦，我就整个那堂课我心跳得很厉害，我就觉得像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一样。那个老师很好，他说这样你把这本本子全部用那个胶水贴掉，把它粘起来，你再也不能看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就既往不咎了。但是尽管我把它粘起来，那本本子我仍然舍不得扔掉，我仍然把它放在了我的书包里面，就一直保存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外公是上海评弹团的一个老艺人，然后呢，他经常会到苏州来。他说现在有个邓丽君的歌可好听了。我说外公，我说我也会唱这是我的，你哪会得唱呢？哪一封好高，是吧？我说我自学的。我说外公，我唱给你听啊。后来我就拿了一个东西，就做麦克风。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我再喝了第二杯。我外公听到，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就这样。哎呀，我说外公啊，我说我还会唱别的，我还是唱粤剧，还会唱京剧。后来那天晚上，我一口气的给我外公表演了1个多小时。评弹毕业了3年就转行了。对对对，我的人生规划就评弹学校毕业以后是跟我妈妈拼母女档的。那么后来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实现，那么我就干脆在南京唱歌。那唱歌是怎么呢？就是一有什么比赛我就去参加比赛，电视台一有什么活动我就在电视台的这个晚会上出现。那么当时人家说我是比赛专业户，晚会专业户。我评弹学校3年是这么用功的在练那么给我以后唱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以后就是拿到任何一个歌曲，塑造声音也好，要在这歌曲方面的这个难度用气息也好，信手拈来的，就觉得一点都不累。你说高音，他说你没学过美声，怎么高音那么好？其实评弹也是这样的发声方法。高音自然而然就会唱上去了。当时就是我获得亚洲音乐节的一首歌，叫《不想你同样说曾经》，那首歌就非常难，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一些就是戏曲的功底的人，你唱这么一种高音啊，还有气息的一种绕法，还有一种气息的这种均匀啊，基本上都唱不了。绒花的王明，他当时就说：“哎呀，你这首歌是真正的流行歌曲，那么只有具备戏曲功底的人才能把这首歌诠释得这么好，从真声到假声这么结合，这么去唱的，就这种唱法很少。所以当时这个无论从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编配，还有从他的那个音乐的那个连贯性，还有到唱法，就是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拿到了那个亚洲音乐节的那个中国歌手的冠军，作品也是第1名啊。所以这个等等等等，跟我这个学评弹还是密不可分的。西去来往呀，后错真的大，风云接头，谁是都在望呀，谁望里谁是的美情啥呀，年那个是我觉得你的性格当中既有创新的一面，也有特别传统的一面啊。是，比如说您唱的这个《无锡景》啊，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在用《无锡景》这首歌的时候，还是用你95年的那个版本啊。我对《无锡景》的这个感情，那你甭提有多深了啊。到了前年，还是要用《无锡景》，当时呢也请吴璇老师来配器，那么我就跟他商量了，配成什么样的。就如果说完全用传统的这种配器的手法，来配的话，等于说跟95年的那种感觉，差不了多少。那么后来我就跟吴老师商量，我说，还是用比较现代的那种手法。吴老师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用现在更时尚的这种声音，唱的空灵的，唱的让大家觉得是天外之音的那种。现在录音合成了以后，我们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通过这首歌曲再重新一下发现江南，发现无锡。对，时代在发展。对，时代在发展，歌曲也在发展。对，其实你又在求新了，又在创新。蔡老师对家乡充满了感情，后来01年还做了一版《水做的故乡》。当时我们也是到苏南去采风，那我们写什么呢？写江南吧，太直白了。有人说啊，江南啊是水做的故乡，水做的人。那么其实水，你说它遇柔则柔，遇刚则刚。其实我们江南人的个性啊是百折不挠的。人家就说你们苏南人太能吃苦了，一天到晚在工作，就有了我们的辛勤的劳动，有了我们江南人辛勤的耕耘啊，我们的江南经济才会这么腾飞。它外表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它是柔中带刚，那么像水一样切不断的。而且江南人很低调啊，它就是水是往低处流的，就水啊是能代表江苏文化、江南文化的，所以大家就起了一个就是歌名叫《水做的故乡》。我们不要唱得很明亮，唱得很朦胧，就像水雾一样的。太湖面上的有种水蒸气蒸发出来，这样朦朦胧胧的太湖不是更加美丽啊？所以我们的歌曲也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水上有一种雾的感觉。有一种快乐是飘飘洒洒，飘飘洒洒。有一种自在是坦坦荡荡，坦坦荡荡。有一种美丽是温温柔柔。一种幸福也深相向，水桥弯弯，水船荡荡，
一个人生命的原点牵引着成长的轨迹，走得再远，那里还是你最亲近的地方。这是血脉给你的指点。蔡红红在很多时候依旧会想起儿时的梦，依旧在憧憬着有朝一日和同学搭档去说书。这就是美好的情节，也是生命的动力，更是生活的乐趣。有一种情怀是心情上爽，次日郎君分别，孤身来，梨花落烟花开。